台东东升监狱昨下晡是有收容人攻击护理师，一个细种的收容人是要求要看进前的检验报告，不过医生无法度随调互看，伊竟然就抢医生的笔去涂护理师的面甲颔棍，加在这个护理师是无性命危险。人员处理拢必须配合安检，就惊有刀啊、这违禁品。车站下晡，台东东乡家一个姓张的收容人到民政区看诊，要求看进前的检验报告。验过医师当时讲无法度调看，伊随即讲喘气无顺，想要照笔。医师以为伊要写病情，伊就是拿笔攻击医护人员，抢下原子笔，然后就攻击护理师这样，那就。我们在旁的接护人员跟视同作业人员就一起把他压制。县长的收容人甲县长护理师面甲颔棍插着伤。据我了解，迄天看诊的是台东基督教病院的医护人员。护理师初步包扎了后，甲病人看诊完了，再去看医生，加在无性命危险。我们也希望收容所能够在这个事件以后，能够提出一些保护，甚至在将来有一些预防的措施。应该要有人陪同在旁边，预防他的一个不当行为。让我们医护人员身上是可以带一些防燃喷雾剂，那是经过所方所同意的。不然的话，他们攻击我们，我们其实没有其他的防护。工会讲，各家的民政区为着保护收容人的私密无装监视器，验过袂少护理人员拢反映，捌遭受收容人讲话恐吓，认为矫正署若无法度提供保护，也是开放医护人员扎防身，也是录音的设备，就应该由家己带收容人到病院看医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